Family Trust 咧，簡單嚟講，其實就係一個家庭嘅信託啦，用嚟管理資產嘅。咁佢會俾到彈性俾個擁有者啦，可以幫你呢個安排資產嘅傳承啦，仲可以分散你嘅收入嘅，令到你嘅稅務更加靈活啦。對於有啲資產嘅家庭嚟講咧，呢個結構咧可以幫到你喺法律上保護到你嘅資產嘅。用 Family Trust 買樓啦，好似頭先我講㗎啦，會幫助到你減低到你嘅稅務壓力啦，因為你可以將你嘅資產收入分配到俾唔同嘅家庭成員啦。咁亦都有頭先提及過啦，就係你嘅資產保護啦，喺資產傳承方面咧，亦都會更加靈活，比較容易安排嘅。